金秋季节的盛宴，正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欢乐之中。您看，近年来活跃在舞台上的越剧新秀，为培育新一代而呕心沥血的越剧老前辈，全国7家电台的记者、编辑、电视台以及新闻记者、文艺界的领导等等，都云集在这陕西之畔的越剧故乡。是啊，越剧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历了80个年头。它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百花纷呈的艺术世界中，吸引了千百万观众。全国越剧中青年演员广播大奖赛的10名优秀演员，也正是从这千百万观众的选票中产生的。他们是赵志刚、毛维涛、钱慧丽、王少楼、夏赛丽、朱小昭、董科第、何英、杨文蔚、周雅琴。在今天的艺苑大观中，我们将把越剧新10家中的5位演员介绍给大家，并请您欣赏他们的精彩唱段。赵志刚同志，目前在越剧界男演员已经寥寥无几了，而你却成为这次大奖赛的佼佼者，并且是唯一得奖的一个男演员。是，我想广大的电视观众和我一样，一定非常想了解你是怎样取得这些成绩的。首先呢，我感到很荣幸，这次呢获得全国中青年越剧大奖赛的前10名。作为我来说呢，我是一个青年男演员，就是在众多的越剧女子越剧中间呢，能够受到观众欢迎呢，这呢和自己呢也花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更主要的呢是领导老师的培养，还有呢就是广大观众的支持，以及呢尹桂芳老师他的尹派艺术在广大观众还有听众的心目中的深远影响分不开的。因为尹桂芳老师他在40年代他就是越剧界的越剧皇帝吧，那么所以他拥有大量的越剧观众，尹派观众，那么我能够学唱他的流派也感到很自豪。因为作为我一个青年演员来说，能够学习老师的东西，把老师的东西继承下来，这是我们的愿望。作为我今后来说呢，就是这次大奖赛只能作为我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在众多的女子越剧中间，男女合演还是已经可以说势单力薄吧。通过最近几年的演出，那么我也去了香港，在香港也受到了广大港澳同胞的欢迎，这说明男女合演还是非常有前途的，越剧2朵花可以同时开放。那么对我来说，要把这次全国中青年大奖赛了，作为我的新的起点，就是要多排几个好的戏，同时呢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那么让我预祝你再次取得成功。谢谢。那么借此机会，请你为我们的观众们演唱一段你得奖的作品，好吗？好吧。下面我为广大的观众就是演唱一段我这次参加比赛的曲目，就是《盘棋索妻》中间的洞房。悄悄进雨，花朵高高满心头，喜气人人难以自，这姻缘把这情梦放在家。
人。3月来来讨旅兄把亲聚，每朝进去原来人。从此我思索不尽不心宽，三餐昨晚来相会，生我世上句妈妈，一对人缘爱盘中有情，父慈父，一鬓相思，铭记呀人。好容易攀个菩提杨子水，洒出了人间鸳鸯人。今日同我等夫妻，花草有情永不碎。他小心等待年，本得他经济丝袜渐渐紧，若是何因得其因，但觉得心头灵犀一点痛，击鼓归中自有，我心愿已在西万千。挑起红巾诉衷语，新娘子比初见子更亲切。娘子啊，我与你一别3月4山去，还情梦绕苦思绪，关于娘子恩情重，今日里化作淡然从啊聚散，
娘子啊，从今日天上地久，咱夫妻娘若是便敬上一杯混醉。不尊称到这里，将给观众生为我当灯开，看过谁人把往日的全人模样。最正路为敌，全人模样浪荡子，去年花被生命，全人模样浪荡子，独不害人自私的。全人模样浪荡子，鸦片都品为当送礼。全人模样浪荡子，老李换人没对鸡。全人模样浪荡子，须将挖到当自己。全人模样浪荡子，夫妻恩爱要珍惜。全人模样浪荡子，孝敬父母须牢记。全人模样浪荡子，诚心好话与子弟。全人模样浪荡子。一面懊悔来不及，
次大奖赛夺得优秀奖的有10名，而浙江越剧小百花越剧团得奖的就4名，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这4名得奖的演员是这何英、这董科第、夏赛丽、毛维涛。请你们4位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几句话好吗？请你先说。我呢一直这么认为，我自己呢在唱上的天赋并不好，那么今天呢能够取得这么个成绩，确实是广大的观众和前辈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厚爱。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在领奖的时候呢，心情呢确实是非常的不平静。也许呢，我比我的同行呢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那么借此机会呢，我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关心过我、提携过我的老师们、观众们、朋友们。你谈了。我这次得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可以说蛮幸运的。有很多老师比我好的，可以说是比我成熟的都没得奖，所以说呢，我觉得我更应该好好的学习。感谢听众对我的支持。谢谢。我没什么话说了，他们2位同学都说了，我和他心里跟他们一样的，非常激动。我只能说感谢观众的对我的鼓励，还有呢，我感谢老师对我的帮助。接下来请欣赏他们的唱段，先请听毛维涛演唱的《舞女拜寿》中的选段。姑娘亲姑娘放心哈下这暖如汤，这里是暖进城外最家长，只为我兄长官考不应定，公少民当听军报上街访，半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正经的兵器满地说风光，看住有夫人经过想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吧，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日，求你来与他作伴一无妨，姑娘啊，因我少难对我讲，不要悲伤来望，姑娘一定生活人，你
发情意上。林老师，祝贺你啊！这次大奖赛你有2个学生夺得了大奖，我想你心里一定非常高兴，是吗？是的，这没关系。他们是挺努力，我没啥没够。这是老师的这个培养，对我们的关心。长期以来呢，就是老师一直是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青年一代，特别是我们学唱影派的像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都是对我们非常关心，从业务上、思想上都是这样。今年我们俩能够取得这点成绩，2位老师花了很多心血的。心血蛮好，这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这和你们的培养和他们自己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希望你今后能培养出更多的有成绩的青年演员。谢谢你们啊！兄妹同风大梁，情感难。
人不见，以为强亲入皇位，王子桥上得风去，东皇我不相思对，他为流言的琉璃叶，白了相爱的多难为，早知道皇上面子没关他，一动的面不两动的，王子桥上白色布，他接着做把你头对，人人公不黑，且把你不归人对，王子两眼看不见。将我一样的下了。你的眼睛怎么会下地狱哟？我死了。那么，那公子呢？那公子才挖去天。陈慧丽，祝贺你得了这次大奖赛的大奖。谢谢。你是我们全省观众非常喜爱的徐派小生，很多青年朋友也非常喜欢听你录的那个电声金集《红楼梦》。对。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希望自己呢能够继承我老师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但是对于我以后的什么就是自己的独特风格嘛，很难说。但是我总是努力去争取我自己有一定的风格。好，谢谢。好，谢谢，再见。现在您将要听到的是由钱慧丽为您演唱的《北帝王》中的探月一段。前公卿
的草泥间，塞分天下非容易，你不是从今汉室千秋你离给其中定因原因，等我出外仔细一看。自尊。本与表兄之恋，
只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义厚，有意争取一笔，曾经仗义心头。只盼有老妻妹恩爱共结不分。哪料是非人员，灭命临开乱战，我在家暴王门，岂配得尽王军？若专一是了表心意，欲断之恋情意难断。他们中为自己，莫有为门举手，彼此就因猎人不怪猎人不杀。好气焰，不知道他是心里红梅有多贵，谁知道他是当中大中下心，李尚书，王位上主早家教，扬州是下情人，我一人穷志不断，其次大作我真自尊情书落我手，今晚去吧老李人。秋日传扬飞小苦，力往两江南见，倒不是当今老姑娘亲。43岁的浙江乐清越剧团王少楼同志是这次大奖赛中获奖的中年演员之一。他的学艺之路非常的坎坷曲折，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文化娱乐杂志和电台都做过一些报道。王少楼同志，请你谈谈得奖以后有什么感受？我太激动了呀，相当高兴。我回想起10年之前的今天啊，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王少楼会登上光荣的领奖台来。这情况呢，全国的听众和观众们对我的支持，我表示呢衷心感谢伊拉。那么你现在都在演些什么戏？今后还有些什么打算？现在我们正来了排戏，准备呢要把3本呢连台本。我一本呢是《香炉二》，我们现在嘛正在排戏辰光，我现在嘛虽然年过40岁，我还没到终点，我刚刚还在起步。我要爱护自家的事业呢，像爱护自家的性命一样，大胆的放手，毫不保留的要培养好几百人，让他们呢很快的上来报得党和报得听众广大的观众。这次对我的支持，我表示再次向他们感谢。好。
奶奶，你们做做好事啊！哦，这位姐姐，你们人人好啊！你问我年轻轻为什么流浪乞讨？娘娘听我讲哟，好呀花子眼里，家花的也有些，地高莲花，一个莲花落有件事我也曾告诉司马扎金袍，世俗无尽不早早，为此为宁风满中激情好，恩爱夫妻难去好。莲花一个莲花落有你为我事情我要弄到这个地步，人间用完了把儿杀了马儿才当了，来心才没了，将我滚出门只落得空途潦倒，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若难成不得已了，因此让当场一个莲花落，莲花落现在请听夏赛丽为您演唱的《送花楼会》中的一段。
如今一缕生死风，从此日前世外旅江生计，暗黑门是很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身对靠尽负重。岁月光阴非容易，才想到还他夫人命我把莲花情夫中堂表情意愿小弟连在西家哎呀，确实我咋上得来去，旁边去娃子个丫头甚是厉害，他这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哦是好啊。有了，我把刚才写好的诗和字文不免藏于莲花底下。对，啊，字文文啊，你在我身边已足用，帮你今日有灵通。爱我意，这件好事牵上你来他梦。
满腹期盼。朱小昭同志，祝贺你夺得了这次大奖赛的大奖，谢谢。小昭同志是南京越剧团的演员，你们一定还记得吧？他曾在电影《莫愁女》中扮演过小生徐成。现在，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这次我能得到全国的中青年演员优秀演员奖，我感到很荣幸。我首先呢，要感谢广大的越剧爱好者，是他们对我的鼓励，才使我有今天的荣誉。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想向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广大的听众表示我真诚的感谢，并祝大家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当然，在这个同时啊，我也很怀念我已故的妈妈。我想呢，广大的越剧爱好者一定没有忘记她，所以呢，大家把对我妈妈的怀念之情呢，都倾注在我的身上。我呢，也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那么，你什么时候能让浙江的观众看到你的演出呢？我们团争取明年来吧。明年？那时间太久了。请你现在就给我们唱一段好吗？好，那我现在为大家演唱一段《莫愁女》的选段，好吗？好，请听他演唱的《莫愁女》选段。八卦难比他的貌，雄心难比他的神，金玉难比他的德，兵器难比他的莫说他自出无泥水不醉
会还要情，一生名目是心在，比每天心在怀情意。莫非你来呀？莫非呀，我心我不用记得，一见倾心的三年前，记得3年前祖母受伤，何时水他是云，家兵没用，遇见迎来女轻彩娇艳。这明眸映在心，莫风鸟为情。莫非今在同乡间，须比命中有奇缘。有奇缘，长
转向转往东梁境，我用披着四道门，莫不是把肉堂请，把你快去西宫明的山中，三界写进自心去。我与你此话人反水，自作几风雨，英英勇将归，三金勇相对。对，莫非我要去禀告祖母，她定会答应。娘我们若一度三军司马，天上一句到把头。莫非何英、李丽、裘真元这三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又相聚在一起了。他们从盛县中学高中文艺班毕业，又一起进入了盛县越剧团。艺术的追求，事业的需要，又使他们分别在3个越剧团担任主角。这次大奖赛，李丽和裘真元获得了演唱奖。3个人同时得奖和再次相聚，使他们感到格外的高兴。
待比作鸳鸯成双对，可记得月郎三女把条交为，可记得心中伤伤泪照映，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对，我也曾留下品味我酸菜，我是被托思梦找他们养了两梦自己巧噻，我也曾另辟青头须句美，我自保与情人终难成眷，想不到美满姻缘两拆开。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是云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啊，弟弟因过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多难为马家难配，
由董科弟为您演唱《舞女拜寿》中的片段。人间苦命。
老子今生苦等把心挂，恨不惜恨得祖父和心肠，恨你中华应当朝，忠良。我怎能低头下拜无廉耻？我怎能去也？
二位是？我们是金安豫剧团的，上海是金安豫剧团。我是杨文蔚，我就是亚琴。我看过你们俩的演出，84年你曾到杭州演出过是吧？对。你是演 B 派的，演西派的。现在中年演员演戏比较难啊，得掌声难，得奖就更难了。而你们俩却得了这次大奖赛的大奖，我想你们一定有很多感受啊。这只能讲了。咁么我先讲，搿次阿拉两家头得奖，感到下去特然，感到下去高兴。搿个辰光嘛，阿拉这个消息晓得嘛，正好阿拉两家头辣排一个新戏叫《越作品乐》，越作品乐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央台跟上海台呢。知道了这个消息了以后嘛，马上打电话给我们的老师，说上海呢得奖有3名，你们剧团呢就占了2名，这是你们剧团是一个大喜事。老师听了也很高兴，第二天嘛就我们2个人去了啊。那么还有我们2个人觉得这次得奖呢，主要是这个领导和老师长期来跟我们的关系的培养，还有嘛。广大听众对我们的鼓励，我们2个人这次主要得奖呢，因为我们2个老师7派跟B派在这个广大这个社会上很大的影响，尤其浙江吧，也就是证明了我们的老师那个2个流派的唱腔，广大群众的喜爱，希望你们俩能不断的改革创新，并能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启发。请问是他有用？陆海南，陆海公，陆海菩萨真威风，姿态万千都不同，能问何否遇见兄？是他替我们高吉兄，请问家员公今年几岁？今年18岁啊！18岁，18岁。你是哪个家戏精？文字不人啊！祖籍戏精从祖帅起，有籍戏精从有帅起。我是祖家戏精，太平你从祖必帅起。一步一层3步18，哎呀！苏道生，长眉如花，心啊用，花是你，花是梦，三八一百叮咚，那分啦。真是巨他送美红，口太不用貌太自然这样，只落得莫是用的乃风风。我的地方是回来就当已经离去，那你为何我走下去啊？家人公，
在为你而想我什么？家员公，他表你用汤和子金用功，将来能夫他员公，他想我用他的子金用功。专心中，告诉我何人是我生身路，该到何处去行动？告诉我若亲本事才留下血字印章，何来用？告诉我为没有错他是谁？死去不被他在那座爱当他一生可比披荆风，快乐不稀罕，来到爱中。毛与生啦一怀痛，学子死去一家痛，今日里梦中给我上一家生。我们虽因分，出家真门里同人。今天我他家人一上头随家邻，一生名誉他关心，一场中风平地生，一场当时到怀心，一场心里风爱门，一生来归家无关，一生把兵渡你人，一穷怀动才根，一个个此时娃娃这不停，七人马来百人恨，家母才是真做我
人啊！我好风马很累累，心开上家庭，他吃上把西厢人，我在门门听人不能听。同他好友不接近，身家知道乃一名，进度考察乃进门。在月香高，拂衣。
鞠躬在风有后长，我请你不让所求情真感，我应了水下三年陪公王娘，指望你绝把祈求长沙，从此日回宫安定，迎来伴君王。王上，谁是你躲在哪？去金山与苗方，打来做到玉顶上，在西的拼了把去还与几个数，为公来在那日你曾愿中女家长，因此是一日星期在渴望你走了穷我心上，去年国王自心空自强，你是的他
明黑日大花亭的托送知道你是铁人，你嫂子转凌云，不如王陈大女，为民济公大烈军。岂知你是亲作所客，王府地上身，女子乔装又怕马明英心传军情，我好比处女中三郎看不透你神秘情深的，他因穿个大地风，再加上一群心情，常一道去疯子惊草，这举心而生，只会故宫亲近，到至今与我面目尽。